讲神话，海水退回去，那海啸怎么会死那么多人？海水到了这一个坛主的家门口，没有错了，兵分两路。这是东兵分两路。好大的显化。是谁救了这一个坛主的家人？看他们全家，是老师吗？济公老师好偏心，救他们家，其他的众生都没救，是这样吗？不是嘛？哈。是因为开佛堂的原因，仙佛就要让海水兵分两路。因为有些坛主可能设了坛之后一段时间也没有再修办，也不一定。所以最重要的是这一位坤道坛主他们的一个诚心修办道。开佛堂又诚心了愿。因为你们是济公活佛的弟子，又老实修行呢。求得到，也都走在修办的一个行列，它也就是要拿出我们那个真正的一个诚心啊，无畏的为了众生啊，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众生能够出离生死苦海，啊，没有为什么，好，能够发出这样一个诚心，自然我们能够逢灾躲难，好，能够自然的逢灾躲难，就在我们每一个行功了愿的当下。好，自然的，好，上天仙佛就慈悲拨开我们的一个劫难，而不是为了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的或心愿，才来跟仙佛立愿，我要做什么做什么。那样子的话，就有一点本末倒置，而是应该展露我们那一个慈悲心念，好，本具的那个佛性。好，在求道的当下，在明理的时候，跟随着前辈的一个脚步，好，发我们的大心愿，好，到各处去度化每一位圆胎佛子。不管显化有没有面临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都知道道真理真天命真，那我们自己背负的这一个解救众生灵性出苦这样一个重责大任，我们就有这一份责任跟这一份义务，去把这个上天的福音和每一位有缘的兄弟姐妹做分享。那么白羊天使每一位都担负着度化众生灵性达本还原的一个重责大任，在后天我们也担负着一个移风化俗实践世界大同理想的一个责任，我们也担负着继往开来复兴中华固有文化三纲五常四维八德这些固有的一个传统文理文化。济公老师这个重责大任，
要靠我们每一位徒儿来帮他老人家，帮诸天仙佛，共同来分享和分担。所以老师说，三草普渡有老师，也有徒儿，在座你我每一位徒儿，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责任。那我们是否愿意帮忙分担一些？愿意吗？相信各位贤姐大德都愿意分担这样一个重责大任。所以济公老师曾经这样慈悲过：讨伐济世往还难，尊师重道为要端。人人能明自道贵，天恩师德树就全。这一招就是讨伐，我们已经上岸，我们已经登船了。那我们更有一个尊师重道，帮师尊师母、上天诸天仙佛完成这样一个重责大任。我们就要先明白道的一个宝贵尊贵，然后把道理来参研，然后把这一个福音和每一位贤贤大德来做分享。那底下这边再跟各位贤贤大德分享一段林基雄林铁人师他自己的一个亲身修办的一个见证，跟各位贤贤大德做分享。爸爸跟爷爷他那个被手到了，爷爷他被手到，没有叔叔没有故人，没有做什么功德。89岁的时候聊天，就短期就归功了。爷爷归功了以后，身体顺转如年，没有，不但没有转得硬邦邦的，亲戚好友回过来，你不是说求道有多好，多解必然逢凶化吉，身软如年，软在哪里呀？操什么啦？不可能这么久的啦。如果你得奖好啊，你两个就有认啊。我这灵硬邦邦的怎么软？你不是说你们仙佛都灵验吗？证明给我们看啊。如果没有软，那就是假的；有软就是真的，或者背负了多大的家庭压力。那个家里还没有设佛塔，或者能够108炷香绑起来，顶上放着空对平楼，这地外面对着天空，做一位献香前柱前仙，或者问老师老母手上，或者哭啊，老母慈悲，老师慈悲，同情怜悯，见人家显化。今天如果没有显化，也没有身软如棉，如果以后如果办到，如果活在人世上没有办法修道办道，那白活了。灵魂顶节而泣，层面在哪？如果领导今天没有帮忙显化，那个也身软如棉。弟子跪在院子磕头，磕到领导人家答应为止。亲戚好友以为后姐哀伤过度神经病了，要拉后姐都不理他们，一直磕头，对着天空。这个录影带后姐还放在太平，他们人家拉后姐不理他们，他们好吧，用录影的拿去给神经病医师看一看，他打击我。以前课手以后姐跑到银行一摸，也身软如棉。后姐很感恩，我敲开出来讲话，今年我的进来华东弄掉，无人敢看，应该要刷掉，你看你门口唔敢厉害，他们讲把你爷爷的手脚甩一甩，甩给我们看，一甩真的身软如棉。要注意一点，我们乡下的习惯在看我嘛，大家那看什么哦？看着来多见的父亲来。或者相信了，那这样对，或者相信道行、三才、戒窍，在法会的场面会相信。但我讲的那个意思啊，是真的假的？接着或者他做六条来哦，拿棍子呢对这些祖孙开始打，打到或者的时候不打了。或者妈妈讲，老祖宗不听话了，吃醋了，多打2下吧。我曾祖父在瞪我妈妈一眼，你来2下卖光为。想要你家产变这么乖，快讲哦！这家菜做刚输的哦，这个上乖，这个当做，或者今晚要觉得非常乖哦。这是10几年以来第一次得到认同。我走路抬头挺胸，一年才生态从家产变成破销的啊，你看我介绍啊，无 Q 啊，那么刚刚我还听个男人就感谢啊，对不对？或者以前已经是可怜，因为受一些考验。为了家产，经过8年考验，回去小学说他会搞菜啊。妈妈讲我不煮，看你怎么吃啊。我教烤鱼啊，小一块啊。
到底多少8年5缸，才要他们去煮一点菜呀、怎么样？煮呢，经过8年抗战，才领到叔叔的主道呢。所以你能够顺利叔叔我刚才呢，要感谢天的师者。当然，那人要好一问阿祖，你甲我做啥物无？讲听说我恁阿祖甲你做啥物？你求道修道，办道做家书诚好，这条经线爱9号条。我讲你无求道，你有背心条，你才一条经线。对到无呢？啊，你阿爸头先不长，啊无长其中是研究班复习班。我是祖先了，你就会拜祖先。啊，我若转来时阵呢，先去把张经算出了。啊，当我们家里面有研究班，帮你的祖先跟人家轻轻说话。那我总要尽地主之谊招待别人的祖先嘛。我也当办事人也招待他们，我也陪着他们听课。我听久了，当然知道道跟理跟天命之间，那求道的好处、摄佛堂的好处，连这种道理都不懂，你当什么讲师啊？搞共学的哦。哦，而且我能装当啊，做好，我你下午等会你讲课呢。听了林继久林老师他亲身的一个分享，相信各位对修拜有没有更增加一点信心？有，对不对？好，相信我们与有荣焉，家财家孙，经过8年抗战才领到的师叔执照，好，在一次跟祖父的借窍过程当中，更得到一个印证。